咁多位，今日咧又試圖推出一啲系列性嘅講座啦，就都係用一啲舊嘅香港照片，早期嗰啲，譬如話19世紀、20世紀初嗰啲都冇乜可能係我影得相啊，所以嗰啲相咧我都喺網上揾，但係即係以我啲咁嘅老一代咧嚇，我50年代嗰啲人物嚟嘅，所以好多有時喺網上揾到嗰啲黑白照啊，雖然話成100年前，但係我就有印象，因為100年前我細嗰陣時都有啲地方都仲見到嘅嚇，我就用呢啲咁嘅方式咧，講下香港故事。因為呢個系列咧可以搣出嚟好多嘢講嘅嚇。譬如話我呢度咧最少都有5個系列，就一路向後咧，譬如第四啊、第五啊呢一類咧，都已經後期啲嘅嗰啲相咧，好多時都係我影嘅。都多得呢個行文社啦嚇，Robert 去做大半月前揾我，佢話佢哋嗰個網咧可以提供一啲渠道咧，我可以上載一啲資料俾佢。有時有一個渠道咧就更加感興趣做一啲創作嘅，即係將某啲嘢用啲時間做一輯資料啊，一個 PPT 又好，一個簡單嘅 seminar 又好，想將佢拎出嚟咧，我係好感興趣嘅。嗱，咁就事不宜遲啦，我開始講啦，因為我唔想每一個 YouTube 咧嚇，即係一超過半個鐘頭咧，就好似好沉悶咁。雖然都冇乜大廢話嚇，但係即係演繹一個龍咧，一般人都冇乜心機聽。呢5個題目我而家唔講啦。即係本身某程度都自我解説到啊。我而家 start from 第一個先。好啦，呢度有個感嘆語啦嚇，即係尤其是我哋呢代人咧，我哋細個見到嘅嘢咧，已經基本可能揾翻嘅。我以前住灣仔，呢個揸飛道，嗰時係啲戰前樓嚟嘅，但係嗰啲係新一代嘅戰前樓，揸飛道嗰度啊，係嗰啲30年代初期嗰啲建築，已經算係新啲嘅戰前樓。如果再舊一啲咧，嗰啲騎樓街啊，即係個騎樓形式嗰啲戰前樓用瓦頂添嘅，嗰啲就我細個都仲好多嘅。而家都我印象中全香港，包括響新界啊，啲村屋唔計，已經所剩無幾。如果成條街咁能夠保留完整咧，更加冇添啦嚇。即係以前10歲8歲，我啲記憶都好清楚嘅。當時響駱克道啊、灣仔道啊、軒尼詩道啊，甚至乎九龍彌敦道啊、上海街啊，嗰啲全部都戰前樓嚟嘅，或者少量。我當時50、60年代，尤其是60年代後期啲咧，就都已經某啲舊街咧，有騎樓嗰啲舊街咧都拆咗，但係仍然保留幾多嘅，即係講緊60年代時間。但可惜嗰陣時我係年紀細，唔識欣賞呢啲嘢啊。當然冇，亦更加唔會攝影啦，變得留低冇幾多我個人嘅記錄。如果靠網上揾咧，都真係好可惜。連網上揾咧，點樣揾得到咧？呢啲資料都整得好少，呢個係好可惜嘅。好啦，我呢度所謂第一輯啦，就個大範圍就係殖民年代具代表性嘅一啲建築。我呢度特別強調咧，再早期啲啊，19世紀嗰啲時間啊。第二輯咧都係呢個殖民年代嘅代表性建築，但係咧就20世紀初嗰陣時嘅香港。好啦，快速講落去啦嚇。就當時大家都知啦，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咧就1840年咧，英國人已經嚟咗香港啦。雖然嗰時未簽晒南京條約啊，真正簽南京條約咧係差唔多2年後，1842年。咁誒一嚟嘅時間，當時就係得香港島嘅啫。九龍嗰邊咧都係英法聯軍打後咧，先至割埋九龍成為殖民地。
殖民地嘅意思咧，即係永久嘅，即係用當時嘅概念係永久，唔同新界啊有個租期啊。咁點都啦，即係英國人嚟到香港咧，好似一個揾到一個基地咁啊！啊，當時最少向亞洲區咧，尤其是中國呢邊咧，係冇即係埋唔到手嘅，因為當時清朝相對都仲係好強盛啊。咁攞到香港咧，香港當時看似冇乜價值啊嚇。咁雖然係個深水港，但係當時嗰啲船咧唔使用好深嘅水就可以停泊到噶啦。咁但係最主要咧就係以後佢想即係一路打入中國啊。啊，用咩方式打入去都唔清楚，因為仲未摸到個底啊！最少有個基地，咁所以咧嚟到咧就盡快就做啲部署，譬如派乜嘢英國人嚟香港做一啲管治又好啊，或者開拓又好，即係開拓香港。咁當時最早期嚟到香港咧，得三四類人啦嚇。咁第一類當然係啲即係代表政府嘅，咁當時代表政府咧就係海軍啊。當時嗰啲一二任嗰啲港督咧，基本上都係軍人嚟嘅啊，尤其是早期嗰啲係海軍。咁另外一種人咧，就係直情軍人。頭先我講咧，代表管治香港嗰啲官員。咁第二類咧，就真係軍人啊。咁即係等於而家香港都有㗎，即係有啲叫做A.O.，即係概念大致咁啦嚇，係專係做一啲政務為主嘅嚇，制定法律啊，執行一啲高階層嘅執行工作啊，喺管治方面啊嚇。咁嗰啲係文職嘅，咁當然個都嚟咗一批啦，早期。咁第三類人就係做生意嘅人啊，當時最點解嚟中國啊？最吃香係咩啊？就係希望做到生意。咁開頭做生意咧就簡單啲嘅，淨係出口，即係絲綢啊、瓷器啊、茶葉啊、呢類咁嘅難得嘅產品啊，咁就運翻英國，咁你都要做生意嘛，咁啲利錢好高嘅，尤其是茶葉啊、絲綢嗰啲啦嚇，咁運翻去咧，即係雖然話都好艱辛嘅，由英國咁兜個好望角啊，即係喺非洲南邊過嚟，咁行地4、5個月先到中國呢邊，而且10架船啦，可能有2架船係沉咗都未定，因為咁長距離啊，風浪好大，咁就都有利可圖啊，因為做呢啲生意咧係揾到啲錢，咁收尾大家都知啦嚇，即係叫做咩啊，赤字都好嚴重啊！啊，佢嚟買嘢咁啊，用白銀啦，因為中國最需要白銀，咁啊猛揾啲白銀過嚟啦嚇。咁當時歐洲咧，銀都好多嘅，銀呢種礦產咧，其實喺世界咧都相對仲係好稀有嘅，啊，相對啦，比黃金啊當然又多啲啦。咁當時歐洲都冇乜金同埋銀呢啲礦物嘅，但係唔好忘記咧，佢哋發現咗美洲新大陸，咁所以嗰度咧佢有好多金同銀，尤其是銀啊好多啊，美洲啊好多銀喺南美洲一帶，咁嚟做香港做生意，咁但係事後都頂唔順，即係買嘅嘢太多，咁咧唯有就要另外揾啲產品啊，佢淨係買中國嘅貨佢冇用，佢要賣翻貨俾你，咁大家都知啦嚇，賣鴉片啊，咁嗰時啲商人嗰個地位就更加高添啊，更加活躍，咁即係香港好多即係英資嘅集團啦嚇，咁譬如太古啊。黑切臣啊，誒和記黃埔啊呢類，或者九龍倉啊，以前都係純英資嘅機構，咁所以即係尤其後期少少啦嚇，就好多商人咧都嚟香港。咁第四類人嚟香港咧，即係唔淨止英國啊，甚至乎歐洲啊都有，就係教教會嘅人士啊。即係可能係神父啊、傳道者啊，咁有幾個地方為主啦。英國會派啲嘅，咁意大利啊、法國啊呢幾個國家派嚟嘅神職人員咧就好多。咁嚟到香港咧，即係就算早期啦，向19世紀成個階段咧，都係以香港島
為一個重要嘅基地。咁大家都知啦，中環即係佢選擇喺中環成為一個管治核心啊。所以中環咧一好早已經有一個好似一個中央架構喺裏邊嘅啊，即係等於而家嘅政府總部啊。咁九龍咧就1860年代初咧已經掌握翻嘅啦，即係因為頭先講過英法誒聯軍啊，即係入侵埋頤和園啊嗰個戰役咧，咁收尾割埋九龍，去到界限街以南，避埋香港。咁嗰時嗰啲仍然以香港係一個重要嘅基地。因為好得意嘅，即係而家講嘅百幾年前啊嘛，150、6年前啊，咁維多利亞港而家對我嚟講好普通啦，但係嗰時咧由香港個九龍咧都唔係想像中咁容易㗎。咁當然冇問題啦，即係有一啲船艦啊可以過到九龍。咁所以九龍咧就亦都後期啲攞到啦，就佢就多數設啲軍營啊。其實九龍響80年代，即係19世紀80年代，大部分都係軍營嚟嘅。響尖沙咀好多軍營啊，譬如九龍公園咧，以前根本係個軍營嚟嘅嚇。咁甚至乎而家嗰個七南道嗰邊咧，等於而家尖東附近咧，全部都係軍營嚟嘅。然後就係啦，就響嗰個叫咩柯士甸道啊，紅磡理工大學對出嗰個山頭咧，成個山都係英軍嘅。啊，嗰度叫勉強叫佐敦區啦嚇。咁收尾就臨尾啊交咗俾解放軍，而家個位咧嚇係解放軍用嘅。因為當時97回歸咧，所有英國嘅即係軍部嘅物業咧，全部解放軍接手晒。嗰啲解放軍用地咧，而家即係香港政府咧都唔能夠直接干涉嘅，咁都無可厚非嘅。好啦，然後甚至乎去到深水埗一帶咧，深水埗去到荔枝角沿海邊一帶咧，當時人係好少嘅啫嚇，咁又係英軍嘅。咁嗰啲英軍其實係主要係個軍營嘅啫。咁一般軍隊閒時真係用唔到啦，有乜需要啲軍人周圍做，即係冇嘢好做啊？除咗戰爭，咁所以好多軍營咧要即係安置嗰啲軍人。嗱咁點都好啦嚇，咁呢度即係呢啲歷史大一大啦。好啦，咁早期咧嚇一嚟到香港咁所以就即刻就揾一個重點嘅駐紮基地就攞中環。嗱，講到呢度咧，呢張地圖咧都有啲意思嘅。咁原來中環，我哋細心諗下咧，佢分咗4個，即係某程度幾明顯嘅範圍。第一就係直情係匯豐銀行啊，嗰一帶啊，甚至匯豐銀行後邊咧，其實喺個山邊咧，好多人冇留意啊。如果其實喺疫情喺匯豐銀行對上個山邊，咁首先有一個叫政府山。政府山其實係當時嘅香港政府總部。咁呢個後期咧，但係早期都係響呢個位置，然後再對上咧就係以前叫做港督府啊，而家叫做禮賓府啦。咁嗰帶咧，可想而知咧，就係一個核心嘅統治中心嚟嘅。咁到而家都仍然大致係咁啦嚇，包括咩高等法院啊，嗰啲都係政府有關嘅。咁同一時間呢個區咧，頭先講中區咧，亦都係商人即係好多好重要嘅英商啊，譬如當時有啲我哋叫太子行啊，就匯豐啊，咁好明顯都係好重英國基礎嘅一啲商業組織。就其實好多洋行咁全部都喺中環嘅，即係傳統上咁好啦，另外咧藍色呢邊圈住咧就金鐘啦。金鐘咁好明顯啦，又係一個獨立嘅地方。曾經係好多地方係禁區嘅。我細個嗰陣時喺60年代、70年代咧，即係因為個軍營咧仲係由英國控制嘅，一般人咧入唔到去嘅某程度都算係個禁區。
就向山嗰邊咧就係陸軍啦，嘅山上好多兵營嘅。咁看海邊咧就係海軍，因為嗰度有個叫做天馬南總部啊，或者叫天乜多天天馬船澳啊，以前我哋叫天馬嘅，咁最近個官式翻嚟咧，多數叫天馬啊，因為英文天馬。咁呢度清清楚楚係軍人操控住呢個位嘅。好啦，上到上邊黃色呢個部分咧，就即係亞灣堅島林神嗰帶咧嚇。咁如果大家對香港熟啲咁多咧，時中半山嗰啲地方熟啲咧，嗰度你發覺好多學校啊，同埋有啲教堂，嗰啲學校都係啲教會嗰啲嘅。譬如聖心啊，聖心書院係啲女校出名啊，咁就係聖心會後尾就拜埋學校啊，即係教會，即係有幾樣嘢做傳教好有幫助嘅。傳教最重要就係一個思想嘅影響啊，咁透過教育係最好啦嚇，咁亦都係一種福利，即係一種社會對社會好嘅嘢嚟嘅嚇。雖然話帶有一啲佢又唔叫洗腦嘅，即係宣傳一啲佢認為好有價值嘅理想啦。譬如話即係信主啊咁，向佢哋嚟講係一種好有價值嘅幫到大家嘅一啲思想。咁啊，冇理咁多個區咧，就屬於嗰度啊，嗰度都係向中半山嗰度啊。誒、就嗰啲我唔細心講啦嚇，我想集中啲時間。嗯。好啦，再對上咧，紫色個部分啦嚇，即係半山啊，唔係中半山啊。嗰度咧就甚至上到山頂都係啦嚇，全部都係高級人物啊嘅住宅區。咁當早期嘅高級人物就係英國人嘅啫嚇，或者即係不同有領事地位嘅西方國家。咁早期咧，一個華人都冇嘅，即係我好有錢啊，我向半山度有塊地或者買塊地啊，都唔得嘅。除咗臨尾一個啊，嗰個就係何東啊。何東某程度都唔係純粹香港人啊，佢係混血兒啦嚇，即係好似係猶太嘅嚇，猶太籍嘅少少嚇。咁之後甚至去到堅道、羅便臣道啊，早期啊，都係非富則貴啊，就未必一定。外國人先買到地，有時堅道嗰啲地方咧，後期啲都相對放寬啲，你有錢買塊地啊，咁都可以擁有土地。咁所以咧，呢四個範圍咧，即係可以睇到早期英國嘅對香港嗰個感染力啊。然後呢度過後冇幾遠，呢度張圖睇唔到啦，就灣仔。咁再呢邊向西咧嚇，就係中上環。咁你英國人唔好多人嘅啫，當時三二千嘅早期啊，咁去到19世紀末咧，都係1萬幾千人之間，佢用所需要嘅土地啊、資源啊，冇想象中咁多，最要揾到錢就得啦啊！咁所以而家當時都香港一定好多華人啦嚇，早期就唔多華人嘅，但係臨尾去到19世紀中後咧，就香港亦都經過幾多年，都開始好多建設啦。咁包括啲好多地方開發咗做一啲住宅嘅區域啊，咁亦都引入咗好多國內嚟嘅華人。其實香港大部分都係國內嚟嘅，爭咗幾時嚟嘅啫嚇，係上世紀嚟啊，就係最近呢三幾十年嚟啊咁。咁所以上環啊、灣仔啊，咁上環包括一路拉過去咧，就係呢個西營盤啊、堅尼地城啊嗰啲都相對早期開發啲嘅地方啊。反而向東邊咧嚇就慢啲咁多嘅，灣仔都好早嘅，灣仔好早。咁然後到銅鑼灣係後啲，然後北角啊嗰啲，即係亦都相對發展慢好多，慢咗30-50年，閒閒地嘅。好，咁好似揾啲相睇下啦嚇。咁早期嘅建築，我而家講緊咧都係19世紀階段嘅時間所見到嘅香港。咁或者一啲介乎啦19世紀後期啲啊，咁我都納入呢度啦。因為早期呢啲根本都冇記錄啊，更加唔會話俾到張相大家睇。咁嗱，呢度呢啲相咧比較代表性啲嘅。嗱，譬如呢個上面呢張咧，就呢啲一排排屋啦嚇，唔靚嘅，但係就
好 classic 嘅，好英式嘅古典。呢啲古典都係呢啲廉宜嘅房屋嚟嘅。咁呢啲講清楚啦，佢就係兵營嘅啫。呢個上面上係金鐘一帶，金鐘上面個山咧，當時我細個嗰陣時，即係去到70年代咧，仲係全部都係英國嘅。咁嗰塊地好大嘅，佢就唔係全部都起晒樓啊，用唔到好多地方。咁啊，譬如呢一度近住花園道嗰邊咧，就起咗好多排呢啲。咁好可能其中一棟咧都半保留咗，可能最高呢層下面都拆咗，咁啊融入咗另外一間學校，好似叫聖約瑟學校咁啊，拼埋一齊。咁一部分又係政府係用緊。我印象中，因為我早10年8年前咧，我都有個政府嗰啲高官啊，分到一個做佢哋嘅 quota 啊，不過好多年前，唔止10年8年前，係即係回歸之前一段時間嘅。嗱，咁呢度後面就天馬南啊，天馬南咁都睇到灣仔、銅鑼灣啊，即係一座高樓都冇嘅。嗯，就下邊咧就嗱呢最少一座樓認得，就係呢一座。呢一座就以前係高等法院啦。咁呢個紀念碑咧就英國人紀念一次世界大戰犧牲嘅軍人嘅啊。咁啊軍人多數係英兵嘅，都有少量其他嘅國籍嘅人，包括有啲印度軍人。因為當時印度早啲成為英國嘅殖民地，咁印度人咧都幾聽話嘅。咁啊，即係當時英政府嗌佢哋去出征啊，咁好多都去嘅。即係每次戰爭印度人都有好多軍人係 under 英軍啊咁嘅名義係去參戰嘅。嗱，咁呢棟樓咧就我細個當然見過啦嚇，而家見唔到噶啦。呢個就係香港會香港會。咁呢啲停一艇嘅地方咧，就係而家嘅大會堂啊。你對應到一位嘅呢個一戰紀念碑，咁對過嚟咩咧？咁就係大會堂。咁啊出邊呢度就干諾道干諾道。你可想而知，仲係見到海邊嘅。咁呢度咧就向同一個方向向西望向西邊望咁呢條馬路都係干諾道。就當時好多碼頭嘅因為香港假地都係個港口港口城市，其中港口城市咁，加上喺19世紀，即係嗰啲好活躍嘅啲貿易，因為大量嘅中國貨品咧要輸去歐洲就唔淨止去英國，成個歐洲都好需要中國嘅產品，尤其是茶葉尤其是茶葉。嗱呢張相咧，都呢個位大致都係，甚至乎干諾道都未出現。呢個干諾道同埋皇后大道東中間有啲當時仲有啲馬路咁我影呢張相咧，一路就睇到啲好經典嘅幾靚下嘅呢屋咁呢啲即係介乎誒地中海嘅建築風格咁譬如呢啲咧就比較英式啲嘅風格，係維多利亞時期嗰類嘅建築因為嗰時都好難絕對分嘅，糅合晒。因為去到19世紀中後期咧，即係嗰個某程度都係另一種文化復興文藝復興係一種文藝嘅復興即係經過好多好多世紀嘅 Dark Age 英國嗰時唔係歐洲，當時整個歐洲好保守，因為嗰個神權咧係支配，即係影響力好大。咁文藝復興就有咩意思即係打破當時嗰個太過保守嘅一啲思想，就唔淨止文藝文化美術呢樣嘢，係建築物咧都係有好廣泛嘅一個叫做文藝復興嘅風格咁我唔分析嗰啲建築嘅咩風格嗰啲嘢啦咁不過等大家睇下咧，當時香港真係都幾靚嘅。響19世紀中後期咧咁香港咧
有個名嘅，叫做維多利亞城 （Victoria City） 啊。咁當時啫，即係19世紀，全個亞洲啊，當時冇英國或者西方冇任何影響啊。即係你譬如去到印度啊，另外一回事啦。印度係早過香港幾十年嘅咋，就成為英國嘅殖民地。咁所以因為印度實在太大啊，同埋都好紊亂嘅，好多不同嘅土邦啊。咁佢就係英國人絕對掌握得比較清晰啲咧，就係北方嗰邊嘅啫，即係近住新德里啊一帶嗰啲南方咧，英國人都管治到，但係已經好鬆散嘅嚇。咁而響印度嗰啲幾個大城市啦嚇，即係頭先我講咧北方嗰啲城市咧，有啲建築都幾靚嘅嚇，因為即係英國有時根治咗幾十年咧，就做咗好多某啲建設啦嚇。咁嚟到亞洲咧，就冇噶啦，即係尤其是講緊鴉片戰爭前後嗰時間啦嚇。咁當時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咁嗰啲，即係當時好落後嘅啊，甚至乎馬來西亞咁即係半開發咁就係你講覺得嚴重啲啊。香港有度好咧，佢細啊，所以咧一樣即係中國當然即係文化淵源深好多啦嚇，就同馬來西亞都冇得比啦，即係一個好多千年嘅古文明。但係嚟到香港咧，始終都係一啲鄉村啊、漁村嘅區域，談不上任何文明㗎啦嚇，即係香港。但係又並非不文明，不過有我哋自己中國嘅傳統啊，譬如話漁村啊、漁家啊，漁家都係一種人口唔少嘅南方嘅一啲人口比例幾高下嘅民族。咁譬如鄧家嗰啲更加添啦嚇。但係就冇乜話經典啲嘅文化嘅痕跡啦嚇。咁香港當時叫 Victoria City 維多利亞城。咁就係基於最上中環啊，維多利亞城咪變成成個香港島啊，根本就講緊中環啫嚇，係好靚嘅。譬如呢咁嘅相咧，即係好彩都留到一啲啊，咁睇到好靚。但係呢張相我特別強調一點，就係呢間呢個 Clock Tower 啊，呢個鐘樓。咁呢個鐘樓咧就係呢個就聖約翰教堂啊，咁花園道嘅。咁啊，呢度上邊咧就係而家仲冇拆到嘅，叫保留咗啊。可能想係拆嘅，但係即係好多辯論啦，即係話呢度始終都有啲集體回憶嘅地方。呢度就係響回歸之前嘅政府總部啊，而回歸之後都用嘅。咁係收尾約莫十年前到嘅啫。咁金鐘嗰個天馬總部咧就落成咁先至搬咗出過去。咁呢個係保留咗嘅。咁下邊睇啦，維多利亞港望上去啊，好靚啊，啲樓好靚，即係好典雅啦嚇。然後半山咧，呢度半山啊，呢度可能花園道呢個位。咁咧嗰啲屋都好冇任何嘅中國建築嘅喺裏邊嘅。嗱，咁呢度咧就中環咧好清楚啦，最少呢座仲喺度。咁呢座咧就係以前嘅高等法院啊。咁啊收尾又做過立法會大樓啊咁嗰啲嘢。呢度所見嘅嘢咧，我細個見過晒嘅。就嗱，呢個就應該係伊麗莎白女王像啊，即係。呢個我唔敢肯定，但我見仲保留咗嘅，我又放咗去太子巷對出少少啊。我最近冇去過，不過我回想嘅印象咧，呢個仲喺度，呢個像仲喺度，應該係 Elizabeth the Second，即係啱啱早2年零前過身嗰個英女王啊，香港人嘅事頭婆。嗱，咁呢個就淨係維多利亞女王嘅像。咁呢個都喺度嘅，搬咗去維多利亞公園，其中有個入口啊，對住中央圖書館個入口咧，佢擺咗喺度嘅。嗱，咁呢啲咁樣嘅一個亭咧嚇，當時喺香港即係中環啫，主要係中環
有幾個嘅。咁啊，英國好流行嘅呢啲咁嘅艇啊，都係一啲偉人啊、啲皇帝啊、或者啲即係好出名嘅主教啊，佢哋會起一個咁樣嘅艇，將佢紀念啊。咁喺倫敦咸定都見過三幾個，去到北邊啲啊，愛丁堡我又見過，即係仲記憶中仲見過啊。嗱，咁點都啦嚇，咁呢度可以睇到即係閒閒地都七啊年前嘅風貌嚟啊，應該嚇。咁甚至乎呢一啲咁嘅圍欄咧，就我都仲有印象啊，因為出邊咧當時係個停車場，而家即係喺70年代早期啊，可能六年代尾70年代初咧，已經即係將佢改造成為而家嘅愛丁堡廣場。咁當時呢度應該係誒文華酒店嗰個位啊，另外嗰邊咧近住匯豐總行嗰度咧就係太子行啊，太子行。呢個匯豐總行啦嚇，咁匯豐總行後生嗰啲有啲都唔知，我俾嗰啲相有啲10零20歲嗰啲我啲學生睇咧，佢唔知呢座咩嘅嚇。咁就呢度可以睇到啲相對舊嘅嘢啦嚇，中環啊呢度都係啦，呢啲樓好有氣派嘅嚇。咁呢個就係太子行啊，其實個 commercial building 嘅啫。咁上面係出租嘅寫字樓，即係嗰時都有 office building 啊。咁嗱，當時呢啲咁嘅圍欄咧，就係呢啲圍欄。我細個嗰時，我50年代後期咁上下啦，嗰時我都6、7歲、7、8歲。咁我阿爸咁帶我去中環咧，咁我都見過呢啲嘅。嗱呢一個咧就皇后巷，收尾就即係點樣賣咗佢啊？咁做咗文華酒店啦嚇。咁Prince Building 即係呢一座樓。咁我揾到一張正圖則啊，咁佢係咩風格咧嚇？屬於新文藝復興嘅建築風格。咁英文就叫 Renaissance Revival 啊。咁其實喺20世紀、19世紀、20世紀呢個時段咧，好多古靈精怪嘅建築風格嘅。我曾經都有啲講座咧，專係介紹誒歐洲嘅建築發展啊，即係包括不同時代、不同嘅建築風格，我哋有個名稱嘅。咁呢度冇時間講啦嚇。咁嗱呢啲名咧，如果唔係做建築嗰行咧，未必聽過。Lees and Orange，Lees and Orange 咧係一間英國人開辦嘅則師樓，英文叫 architectural firm 啊。咁好出名嘅，而家仲喺度嘅啊。不過而家咧就即係可能唔係純英國啦，可能賣咗盤俾即係 local 嘅建築師啊。咁都好大間嘅，好出名嘅呢個 Lees and Orange。好啦，咁啊陸續睇啦嚇。咁到中環咁掹頸上出嚟睇嘅啫嚇。咁呢一個就應該係必達街啊，必達街。必達街而家仲喺度啦，不過側邊樓咧全部都改晒。咁有啲改咗2次添啊！譬如呢一個咧，就而家咧就叫做怡和大廈應該啊。以前叫于人行，我細個嗰時咧就叫于人行。咁個于人行已經第二代㗎，而家見到個咧就好似叫渣甸 house，唔係好肯定。咁就第三代嘅呢個我未見過，我細嗰時已經係即係第二代嘅于人行。咁呢啲我見過，呢個早期啲仲響度嘅50年代，我記憶中60年代初拆啦。咁我細個10歲8歲，我都仲好都記到好多嘢下嘅，因為我住喺灣仔啊，嗰時細個咁啊，灣仔係中環好易嘅啫。嗱，好有趣啦，呢一座仲響度嘅，而家仲響度啊。誒、就唔算好靚啊，但係的確係都舊嘢啊。咁如果你有機會去到中環咧，呢度有幾個地鐵出口嘅啊。咁樣一出嚟咧，咁望向黑呢個街望佢見到呢座樓。呢個建築物咧，而家就華人行啊，喺長江買咗，收尾喺70年代初㗎，咁啊拆咗。起咗之後做華人行。咁華人行當時咧係
長江嘅總部，咁收尾先至搬咗去長江中心啊，即係花園道嗰個。咁而家長江中心第二期都入伙啦，咁即係可想而知佢發展得幾犀利。呢座樓好靚嘅，下邊呢個咁就呢一度咧，其實係德輔道啊，德輔道行出去對海度就干諾道啊，咁呢條應該係北大街嘅，即係呢個轉個角啊，咁呢同一座大廈嚟嘅。咁呢座佢就唔係英資嘅，佢原有好似荷蘭匯理銀行即係我譯翻應該係荷蘭匯理銀行啊。咁呢條就係北大街。咁當時咧呢啲車好古典啊，我細個都見呢啲咁嘅巴士嘅。呢啲咁嘅老爺車啊，我都見過。我呢張相我估得係50年代初啊，都係戰後嘅嚇。咁當時人力車好流行嘅，我細個時周街都人力車嘅。咁呢啲啊代反映到英國管治底下嘅香港啦嚇。咁呢個高等法院啦，嗱，因為你嚟做管治咧，有幾樣嘢必須嘅。一個就即係行政嘅部門，即係嗰啲等係啲官員級嗰啲啦即係管治住香港有批人員啊。咁好難講係文職定非文職嘅，譬如港督啦，文職定咩咁即係就係管治啦咁軍人就唔好講啦軍人嚴格嚟講就同管治無關嘅。咁就好啦。上邊咧，另外一個咧就管治咧，仲要有法律啊。如果你法律欠周全咧，就自然就會盜賊橫生啊。咁所以就一定有法院，同一時間當然有警察啦。咁呢啲係基本嘅殖民色彩管治必須有嘅設施嚟嘅。咁臨尾咩民生福利嗰啲後期先有嘅啫又要香港早期連醫院都冇嘅誒誒，講明係殖民嘅啫嘛，甚至乎未必諗得好長遠估唔到臨尾管咗百幾年令香港成為一個世界最繁盛富庶下嘅一個社會好啦，咁呢啲即係睇翻嘅啫。呢個就渣打，唔係呢個中國銀行呢個中國銀行大廈。呢個就匯豐已經重建咗啦。呢張相我影嘅，呢兩張相都係我影咁即係都係早期啲咁多或者呢個19、20世紀之間即係當時香港尤其是中環咧，外國嘅影響力或者勢力都好明顯嘅。咁雖然話係英國嘅殖民地，但係咧好多時都佢用唔到好多地方啊。英國殖民就係佢嘅土地，係佢嘅土地點咧可以賣啊嘛所以當時咧向中環為主啦咁臨尾亦都陸續填海嘅。咁大家都知填海喺香港歷史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啦。咁填海做咩就賣地嘅呢個概念一向都有嘅。不過地價如何咁就另外一個話題啦喺中環咧有好多土地咧就賣咗俾其他西方國家嘅。譬如呢塊地喺堅尼地道近住花園道嗰度，又賣咗俾德國，咁做咗德國會所好靚呢座，我都未見過因為即係我估響戰後初期可能已經拆咗。嗯，咁收尾就大家都知德國嘅嘢咧，因為德國發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少戰勝國話事啦話你德國係侵略國，咁咧就沒收你嘅土地。咁呢正常一開戰咧就講明你打緊仗你仲係侵略者你所擁有嘅所有嘅資產咧，佢會沒收咗你嘅。即係等於俄羅斯你叫做打烏克蘭咁，俄羅斯嘅美元儲備或者好多記錄到嘅資產咧，全部都佢又未必夠膽講沒收，亦最少係封咗你
即係除非攞到解封，咁呢啲都好正常啊嚇啊咁啊，即係講啲小故事嘅啫。咁同埋就我隨便執某啲相咁啦嚇，即係睇到100年或者再100年多啲之前嘅香港，其實當時香港可以睇嘅咧，就係中環。當然有民生嘅部分嘅，民生嘅部分，但係攝影係一個好奢侈嘅嘢嚟嘅，即係響百幾年前啊。咁譬如你話去到灣仔啊，去到尖沙咀啊，冇乜人有影過相乜滯嘅啊。咁甚至乎連外國人都唔影好多相，咁所以留到嘅一啲記錄咧係好稀少，呢個都幾可惜啊。咁所以揾到嘅某啲相咧都係集中響中區或者啲特別有代表性嘅區域同埋房屋。咁呢啲唔特別多提啦嚇，勉強提一提咧就係尖沙咀火車站啦嚇，當時係九廣鐵路嘅九龍總站。咁大家都知咩回事啦嚇，咁臨尾向60年代尾咧就佢將個鐵路嘅總站咧就去咗紅磡啊嘛。紅磡啊應該1977年年初咁上下就開通嘅，嗰時我仲讀緊書，我理工學院度讀緊書。咁開通咗之後呢個咪拆咯，咁拆佢又唔係話賣地啊，賣地就鬧政府啫，咁啊拆咗佢，即係想揾啲錢啫，佢又唔係，佢係做咗文化中心啊，同埋一系列嘅同康樂文化有關嘅設施啊。咁呢啲都好難辯論㗎啦嚇。咁留翻個鐘樓，咁呢度中環咧呢個就中銀呢邊起緊呢座咧就係渣打銀行。咁唔係呢個渣打銀行係仲係第一代嘅渣打銀行，而家你見過係第二代嘅。咁誒好難，即係 even 第一代，即係都應該20年鬆啲前拆嘅啫，又唔算好耐。咁匯豐咧就接近40年前拆㗎啦。匯豐1982年咁上下拆嘅，咁六年後咁上下到唔知88年咁上下就落成，咁到而家差唔多40年啦嚇。咁呢一座咧原有嗰座就我估係30年代後期興建嘅，即係嗰個第一代個渣打銀行。原來係用鋼筋做嘅，唔係用呢個工字鐵啊。我哋叫做一個 structural steel 嘅 building。咁香港用 structural steel 起樓啊唔多嘅嚇。咁呢邊咧就係頭先講嘅太子行啦。係呢座樓就好精彩啊！我都見過嘅，響堅道。就我當時響堅道讀書嘅，我響高主教啊。有時搭車翻學放學咧，架車都經過呢度，好靚嘅呢座樓啊。咁呢度都有啲介紹啦嚇。都比較早期啲建設嘅，1876年啊。當時係呢個英商起嘅。嗰啲都係大家族啊，成個家族自己用翻嘅當時。但係咧，即係咩理由都唔知啦嚇。用咗幾十年之後咧，1912年咧就由一個華人富商買咗佢，姓潘嘅嗰個富商。就即係但係咧去到1982年咧都拆咗啊。上下都82年。我見過呢座樓嘅。講嗰時雖然我細個啊，嗰時我都附近讀書，講緊50幾年前啦。唔識欣賞，但係都知道呢座係一座好難得嘅。話佢唔靚啊，絕對唔係唔靚，但係佢最少最攞命佢陳舊啊。佢又冇乜油翻佢啊，嗰啲顏色好似好肉酸㗎嘛，令人更加有種忽略佢嘅地方。嗰時黑掹掹㗎。我嗰時聽講仲有人住嘅，但係可能嗰個有錢嘅商人咧都住又唔會住，都係舊樓唔好住嘅，因為嗰啲衞生設施啊、廚廁啊嗰啲嘢咧，即係同啲現代樓嘅設計咧係唔同晒嘅啊。雖然佢一樣應該都有嗱，如果1876年咧就唔會有沖
沖水嘅廁所嘅，可能啲旱廁。咁所以咧，咁嗰個有錢嘅人買咗之後，其實後期去到70年代咁上下咧，已經好多好靚嘅現代嘅樓宇啊。咁當時我見黑掹掹嘅，即係冇乜燈火嘅。啊，anyway 唔好講咁多啦，如果唔係唔夠時間。嗱，咁另外有啲好代表性嘅英國商人咧，其中一個就叫太古啦，大家都知啦嚇。咁太古咧，而家就做地產啦，以前咧就唔係做地產嘅，而係仲要有兩三種行業。就第一就船澳啦，當時做船咧係都好賺到錢㗎嚇，可以造船，可以做維修啲船隻。第二咧就做糖啊，太古糖廠啊，而家都有嘅太古方糖。咁呢啲好肯定好殖民有關嘅啊，因為咧喺馬來西亞係屬於英國嘅殖民地啦。喺南美洲啊，中南美洲，哇，嗰啲氣候咧，生產蔗糖咧係好豐富嘅啊。咁大量種植啲糖。咁即係種蔗啊，蔗就我嚟攞啲糖嘅啫。咁成為一種好充裕嘅原材料。咁糖永遠都有個需要嘅，係嘛？咁糖亦都要有啲精煉嘅，同埋糖雖然唔係專利產品，但係咧佢一控制晒嗰啲蔗糖園林啊，所以係英國人先至做到嘅。甚至乎早期用奴隸嚟做嚟種蔗啊，咁嗰啲啊，種蔗種棉花嗰啲不在話啦嚇。即係英國殖民啊，或者幾百年前開始殖民嘅一個年代出現咧，對世界個政治啊文化影響好深嘅。咁就呢座樓咧係保留咗嘅。因為屬於太古啊嘛，就政府都干預唔到嘅。呢啲私人嘢啊，同埋太古亦都係一個咁大嘅集團啊。雖然而家唔係 exactly 英國人咁，但係都佢哋足以咧話到事啊。同埋所謂歷史文物建築或者入咗嗰個入咗個文物清單啦嚇。其實都有啲政治考慮嘅，好多私人嘅唔想入嗰個清單嘅嚇。即係大家都知喺呢個發展局底下啦嚇，就呢個 Monument and Antiquity Office 就管理住呢啲嘅。咁佢都要有人同意先俾你入到嗰個文物歷史建築個清單嘅。入咗去咧就俾綁住啊。咁所以有啲有實力嗰啲咧，根本佢有啲咁嘅好有歷史都幾靚嘅物業咧，你哋一般人都未必太留意嘅。呢個下邊個就向鰂魚涌嘅，因為向呢個鰂魚涌以前太古船澳呢個山邊咧嚇，太古買晒呢幅山嘅，所以即係臨尾呢度好多物業噶嘛，有咩太古側邊咩康花咩康花園啊，唔記得咗個名添。嗰啲全部都係太古嘅土地嘅，當時喺呢啲70年代、80年代陸續咧賣出去，揾好多錢。即係佔用咗一啲好嘅土地資源啊！尤其是嗰時仲係英國留落嚟嘅。咁靜雞咧，其實呢啲咁嘅英商還好多錢嘅。咁我頭先講過啦，香港會啦香港會就本身個建築物都幾靚下嘅，個土地嘅面積都好大下嘅。咁呢度遮打道 Chater Road 而家咧就變成咁啦。呢個好似80年代中期已經拆咗噶啦，咁都幾可惜嘅，都幾可惜。咁拆咗都冇辦法啦嚇。起咗呢座嘢，起座嘢上面租嘅啫，石油為主。咁呢度下邊咧都係香港會香港會呢個相，我記得都好似我影嘅嚇。呢度係長江中心，呢度係中銀大廈。代表英國嘅誒，即係有啲代表性咧。英國政府當時有啲關係咧，咁呢座都好重要啦就中央郵局當時呢個建築咧都
算係好靚啦嚇。即係我哋香港人嘅角度咧，就覺得好靚。我試過問嗰啲英國人啊，佢話啲普通嘢嘅啫咁，咁某程度都係㗎嚇。不過我哋香港人未見過大場面啦嚇，咁啊當時都覺得好靚。咁佢亦都肯定唔會唔靚啦嚇。咁但係原來喺英國人眼中咧，呢啲都即係不過不失啦咁啊。咁呢個正門我都用過呢個嘅。我都當時我約莫70年代初已經拆㗎啦，因為佢要做地鐵啊，咁呢個位咧成為即係中環站啊，咁啊呢度就應該係干諾道啊，我呢個寫錯咗，干諾道啊，呢度係海邊嚟㗎啦，干諾道嗰時一邊就起咗樓，另外一邊係海邊，有啲碼頭嗰啲嘢啊，嗱咁呢座大廈咧，而家我印象中仲喺度啊，不過就改裝咗少少。定話佢拆咗做翻一個類似咯，我唔敢肯定。可能個第一代，而家見過可能第二代，但係佢外貌都係接近，因為佢長條形嘅，呢度窄啲，呢度入去幾深下嘅，個位好深下。當時呢座樓咧都係用工字鐵做嘅，咁香港用工字鐵起嘅樓唔多啊。頭先講渣打銀行係其中一個啦嚇。好啦，最後一兩張 slide 啦。咁呢度有啲人都未必認得噶啦。呢度就係金鐘道。而家金鐘道唔係咁，而家金鐘道係拉直咗嘅。以前咧呢度轉個彎咁去翻灣仔。咁呢度前面係中環咧，大家睇到啦嚇。咁呢度睇到中國銀行大廈。咁呢座樓咧，我哋年紀大啲有認得嘅。呢座樓就希爾頓酒店。咁希爾頓酒店都有個5星級酒店啦，咁臨尾俾長江買咗，咁長江買咗之後，即係差唔多冇差唔多即刻就拆噶啦，咁啊重建你知都用5、6年時間，咁啊做咗長江中心，當時我睇住佢拆，睇住長江中心興建，嗱咁呢扎咧就係金鐘嗰啲軍部嘅樓宇啊，咁上邊就改裝做咗香港公園啦，我估好多人都去過啦。由香港公園側邊咧有一間叫好似茶道博物館啊。咁其實嗰間咧係當時英軍英國佢加個皇家咪 Royal Army 啊，就嗰個遠東司令部啊，因為當時佢管治遠東嘅早期嘅府邸嚟，可能就係呢個保留咗喺度就做咗茶道博物館，呢啲全部拆晒全部拆晒。我以前細個見過晒嘅咁呢啲唔係靚噶，冇特別嘢啊，冇特別靚，但係個歷史味道喺度啊嘛同埋嗰種卡式嘅感覺咁如果有仲係好珍貴嘅咁但係點都咧都拆咗。呢邊就 Royal Navy 一一一條路之隔，呢條路咧叫做 Queensway 金鐘道，係咪 Queensway 啊？有冇 Admiralty 啊？唔係好記得即係一般我哋叫金鐘道好，咁我呢段就講完啦。我下一段咧，因為唔想講咁長仍然都係大部分都係反映到殖民色彩嘅啲建築，不過就係後期啲咁多，就20世紀前期嘅香港。咁暫時咁先啦咁我呢啲系列咧，盡快一輯輯咁做咗去。哎呀，呢個俾你睇下我添，好啦咁再見啦我喺屋企今日好熱即係赤膊上陣冇晒啦，無傷大雅再見。